再来看台湾三大融资公司的总资产都有上调的新台币，影响是真大。有立委甲卡侪自救会律师，都有受害人，因是呼吁讲，爱甲融资公司来做爱申请许可的金融特许的行业，定出利息、费用、违约金等等的规定，好好来做管理哦，才当解决融资的乱象。穿粉红的衫，挂翠暗，伊是单亲妈妈帮律师。介一个车厢有轻度智能障碍查某囝，因为收入无稳定，大小的查某囝为减轻负担，伫网络找到头路，想要搞煞是诈骗。除了爱伫平台投资，就用得到获利，搁进一步小介融资公司借钱增加投资。啊，毋过但无配息，一直到报警了后，才知影被骗，怀疑诈骗集团、代办公司、甲融资业者，甚至一条龙产业。我的女儿是智能障碍者，代办业者跟融资公司完全没有针线，没有考虑到我女儿是不是有认知的能力，只叫她签名，她也没有给她合约。去年真红的底片，刷到高山的医生意外甲开融资公司忽然放贷款致使少年人欠真侪钱的乱象。再去立委黄珊珊甲卡侪自救会顾问甲受害者等共同开记者会表示，市场充满假买卖真贷款、空白本票、手续费甲违约金，拢无赞赞。救新刑局李君丽才四大融资的乱象，而且伪造令商业同业公会登记资料显示，敢若伫台北市2022年融资金额就高达7253亿。国内三大融资租赁公司总资产规模高达1.5兆，应收小款1兆，影响范围真大。啊，毋过煞无监理机关来管。要去买一个冰箱，拍张照片，你就可以借到20万。你买一个中古车，可能这个中古车只有3万块、4万块，你这样子他可以借你几十万。这个是抵押贷款，不属于消贷条例，的处理，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高的利率来压迫这些求助无门的这个债务人。黄珊珊表示，融资公司过去20年拢无监管，产生出真侪社会乱象，所以建议应该设立融资公司专法，各明定融资公司利率、利息、费用、违约金的计算甲上限，才有法通管结束融资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